那会感觉这个气力嘛是搁继续，就讲无要紧啦，就上后一个气力吼，一字一字豆豆画，小弟印象足深的，画到上后一个字的时阵，这力量煞到无去啊。好，所以你就奉主耶稣性命赶撒旦，到最后一支蛋的时阵，这个甲你定的力量就无去啊，都无去啊。所以迄时阵对小弟来讲，信仰都有体会啊。因为较早进前吼，伫教会听传道人还是听老师讲，有神嘛有魔鬼。迄时阵上课都嘛是当作有一点当作传说故事啊。是就是听到准拄煞安尼。经过迄件代志的时阵，小弟对于这个信仰都有体会啊，讲原来圣经写的拢是真的，拢会发生。